記唔記得我哋冇耐之前拍過一隻銀燈嘅 Tiger Eye 虎眼石嘅手錶啊，係一隻 GMT 嘅手錶。今次改咗石面，換咗第二種石，又有一個新款啦。嗱，上次虎眼石咧就即係啡啡地色咁嘛，係咪啊？係啦。咁咧今次就啱晒咩咧？就係中意綠色嘅朋友啦，因為今次用嘅就係孔雀石綠嘅石綠啊，孔雀石嘅綠色。哦，OK，即係諗起當年嗰啲中毒嗰啲係咪？係啦，係啦，深海魚係啦。嗱，孔雀石有得意嘅嗱。今次都係用天然石材啦，咁孔雀石固然之綠色，但係咧我其實好中意孔雀石，就好多咧古舊嘅珠寶度咧都經常用孔雀石嘅。咁佢特點咧就係通常啲天然嘅石材咧，你放喺一個天然嘅光線底下咧，擰嚟擰去咧，其實係會有唔同嘅一個效果，係啦，效果散發出嚟嘅。咁啊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賣點啦。但孔雀石咧都即係天然石材啊嘛，都有個特點就係咧佢咧本身個摩氏硬度係都聽過呢個 term 噶嘛。嗱，鑽石摩氏硬度就係10啊嘛。係紅寶、藍寶就係9，咁咧孔雀石咧係約莫3.5到4左右，即係其實佢唔係太硬嘅啫，硬度不足喎。哇！咦，我哋嘅大敵係啦，彈開係啦，比較脆啲啫，比較脆啲係啦。咁但係咧珍貴之處就喺呢度啦，因為佢比較脆啲。咁當個工匠咧要將佢裁剪好成為一個錶面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好考功夫，個損耗亦都會大啲嘅。咁所以咧，哇！真係要格外珍惜啊。嗱，呢隻錶同翻之前嗰隻 Tiger Eye 一樣啦，都係隻 GMT 手錶啦，所以佢用嘅機芯係精工嘅 NX34啦。錶殼維持翻40mm嘅，因為佢呢個係 Basecam 個系列啦。後邊依然做翻個透底俾你啦，鋼帶啦。今次呢一隻孔雀石面嘅錶咧，除咗有銀色鋼帶之外，佢仲出多咗隻金色嘅，土豪 feel 一啲嘅，係啦，撞落 OK 啊，我覺得係啦，同一個款，兩隻唔同嘅石，虎眼石同埋孔雀石，你個人會揀邊隻咧？唉，雖然都好驚佢頭先嗰啲特點，係啦，又硬度不足，男人又忌綠色 ，OK， 但係我都揀綠色，我中意硬度足啲，所以我中意Tiger Eye多啲。嗱，可以擺翻呢兩隻錶一齊俾大家比較下，睇下啲畫面。通常缺邊樣就追求邊樣。